的位置，3振出局。蒙德兹面对到第一名打者也是5颗球，他拿到了3振。对，而且速度还呈现得相当不错哈。现场大概147公里。球速不变，2好2坏。碰了一下，在左半边的位置，红点线几乎没有动，完成接杀。碰得有一点远。这也是在2好球之后，王振堂去保护自己进攻的模式，主要要把球给跟到，但是力道上面可能就没办法做得更好。哇，最后还是走低角度的变化球，3振掉了打击的申浩伟，20颗球，蒙德兹在第1局3上3下，外带2张老 K。